寵粉冠軍名不虛傳，謝大家快回去。限時動態幕後花絮，你躺美式氣派空中應援，係愛啊！各位巴斯打安好，歡迎入嚟魚眼雷達。姜濤嘅 Lava 世界巡迴演唱美國雷諾站圓滿結束，好評如潮，口碑海嘯啊！呢兩日姜濤喺社交平台出咗好多限時動態，巡唱嘅花絮影片都出咗爐，搞到姜糖又驚喜又好笑。今日我哋就專門吹下呢場 show 嘅幕後花絮，仲有姜糖超勁空中應援，仲有姜濤返香港喺機場婆仔上身，睇下呢位頂流偶像喺台下面到底有幾鬼馬。Let's go！ 好啊，返香港。偷看一下，被人發現咗，完了。我哋首先將時間倒流返去正式出 show 前，呢位人氣王竟然玩偷望，想偷偷地望下班觀眾到齊未，點知佢個頭先啱啱伸出去，就秒速俾眼利嘅觀眾發現咗。姜濤當時個反應真係好正，佢自己都忍唔住對住鏡頭講，俾人發現咗，嗰種細路哥做壞事俾人捉到嘅老尷，真係令到全網姜糖都話被擊中笑穴啊！除咗呢啲搞笑位，演唱會嘅花絮影片亦都睇到佢好專業嘅一面，好似同舞蹈員一齊講姜濤恩姑姑嚟打氣，見佢同幕後工作人員相處到好似兄弟咁融洽，呢種團隊凝聚力真係冇得頂。大家平時玩得埋，又合拍，到上台嗰陣，嗰種默契真係自然流露。只要大家個心喺埋一齊，嗰種能量一爆發出嚟，成個台嘅表現力即刻升到另一個層次。佢喺完 show後，仲好有禮貌咁逐個同工作人員講辛苦晒，呢種由內而外嘅素養真係抵讚。偷望完之後就正式開 show， 唔使問陳先生，姜濤梗係有一輪精彩嘅表演啦。其中傾偈環節當然係重點當中嘅重點。就係飛機應援。大家諗下，喺美國個天度有一架飛機拉住應援橫額寫住姜濤 We Love You Good Show 飛過，呢種美式氣派真係寫入史冊。呢啲真係大陣仗，亦都係姜糖實力同財力嘅表現。姜濤見到呢幕之後，佢嘅反應係點呢？好多謝美國嘅姜糖啦，係咯。我睇你哋嗰個飛機嗰嚿嘢，哇幾勁啊！我整個要幾多錢呢？好平㗎咋？OK 㗎啦，下次唔使特登整呢啲 OK， 心意收回，慳翻啲錢俾自己 OK 。多謝大家。佢喺台上同台下觀眾傾偈嘅時候，竟然好認真咁問大家：呢嚿嘢要幾多錢啊？呢個就係姜濤，佢永遠都係咁肉赤粉絲，驚大家為咗佢使太多錢。姜糖大嗌話係愛啊！呢三個字簡直係成條片嘅金句。姜濤想同你講錢，想幫你慳錢，但姜糖想同你講愛，想話俾你聽，只要係為咗你，幾多錢都係值得嘅。姜濤嗰種怕你使錢嘅善良，姜糖嗰種不計成本嘅支持，互相嘅真心對話，好過晒任何公關稿。所以呢，姜濤嘅美國站唔單止舞台精彩，幕後呢啲真情流露嘅花絮亦都唔可以錯過。姜濤有好強嘅人格魅力，相信佢一定會越嚟越受歡迎。佢嗰份真，令到粉絲願意為佢做任何嘢。由雷諾站嘅開香檳慶功，到飛機應援嘅係愛啊，由鬼馬偷望到真心勸大家唔好破費，我哋睇到嘅係一個有血有肉、識得感恩嘅藝人。
你睇佢同工作人員慶功嗰陣，興奮到親自開香檳，嗰種發自內心嘅笑容好真。除咗開香檳，佢仲同大家分享咗一段好浪漫嘅影片。佢喺坐車期間遇上咗一片靚到不得了嘅橙色雲海，即刻影低同大家開心分享。大家睇到啲咩呢？講到姜濤美加站巡演完返嚟香港，6號晚約7點半左右，喺機場嗰幕真係笑咗出嚟。平時我哋見頂流明星，一係就型到爆好高姿態咁樣行出嚟，一係就有保鏢護駕，但佢就戴住頂熊仔帽好可愛，但係又婆仔上身，好大反差，真係邊個夠佢玩？姜濤步出 VIP 閘口之後，大批接機嘅姜糖見到佢，開心又興奮，即刻喺閘口對面馬路大叫姜濤姜濤。搭完長途機就梗係會攰到爆㗎啦，但係佢嘅反應唔係即刻上車走人休息喎，而係特登沿住行人路行到路頭，隔住條大馬路同班姜糖揮手報平安。最正係乜？佢唔係喺度擺 pose 影相啊，佢係喺度係咁做手勢示意叫大家快啲返屋企。佢驚班姜糖唔明佢意思，仲要喺通訊軟件度補多句謝謝大家，大家快回去。難怪有姜糖留言話：我大佬真係成個婆仔咁，成日叫人食飯，又驚我哋使多咗，依家又趕人早啲返屋企。佢究竟係我大佬定我阿媽？姜家人的愛，呢句真係講中晒。喺呢個演藝圈，邊有明星會咁樣趕走支持者㗎？大家都想粉絲留耐啲，撐大啲個場，但佢就係怕你哋太夜，怕你哋累。呢個寵粉冠軍真係實打實嘅。其實呢，真係好怕人碎碎念，但如果係姜濤呢種婆仔性格嘅碎碎念，巴斯打又好受喎。點解？因為佢真係將粉絲當成屋企人，平時叫你食飯，驚你使錢使多咗，而家直情機場趕人走，有個又真又長氣嘅大師兄喺度碎碎念，其實真係幾窩心。佢落機第一件事係擔心大家安全，佢唔想大家咁辛苦，我趕你走係因為我擔心你。呢位先生真係幾有格，呢份心意可能就係佢保持住頂流人氣王地位嘅最強武器。大家笑完佢婆仔之後，其實都要睇下佢個行程。6號晚落機，第二日，即係琴日就要同其餘11位成員出席閉門藍光碟簽唱會，呢種工作量真係要做鐵人先得。見到姜濤平安返港，仲咁有心趕大家返屋企，相信各位巴斯打都瞓得特別安樂。想問你有冇試過俾偶像婆仔上身咁樣趕你走？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鍾意聽雷達吹水，請訂閱支持一下，多謝晒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